大家好，我係伸展導師彈力帶導師關姐姐。做運動最重要係安全。如果唔係好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，請先諮詢翻醫生或者相關專業人士嘅意見，然之後先開始。同時最重要係量力而為。我哋開始做咗warm up先。加油！快慢自己掌控，腰背拉直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20，好，我哋開始攞條毛巾出嚟，將條毛巾好似平時一樣啦，對接咗佢，將佢擰實佢。條毛巾咧大概咧要有幾闊咧？就係話好似我哋嘅膊頭咁闊已經足夠㗎啦。咁我哋咧而家咧雙腳嘅距離同我哋個 hip 位一樣咁闊。將其中一隻腳向後延伸半步，係啦，延伸咗半步，向後延伸半步，然之後吸氣，腰背拉直，呼氣嘅時候將條毛巾拱上天空，後腳踭離地。呢個時間我哋停留喺度20秒。我哋做呢個動作最重要係肩頸放鬆，第二捏實我哋嘅腹肌。感覺一下兩隻嘅都有用緊力嘅。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吸氣，呼氣放翻低，後腳落翻上嚟。又再將另外一隻腳向後延伸半步。當你企得穩嘅時候，平衡到，後腳踭離地，吸氣，腰背拉直，呼氣，將條毛巾拱上天空，拱上天花板。呢個動作咧有乜嘢好處？第一，放鬆翻我哋肩頸；第二咧，令到我哋個腰同埋我哋嗰個脊椎延伸翻嘅。我哋好多時因為坐咗喺度嘅時候咧，我哋嘅身體不其然咧就會向前傾。咁呢個動作糾正翻我哋日常嘅姿勢嘅。好啦，再加上佢可以咧改善我哋上肢淋巴水腫咯喎。好啦，收下巴，放鬆肩頸，將個人拉高啲，拉長啲，捏實個腹肌企咗喺度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，吸氣，呼氣放翻低條毛巾。好啦，後腳攞翻上嚟，我哋再做多一組。將其中一隻腳向後延伸半步，放鬆腰背，拉翻直佢，吸氣，腰背拉直，呼氣，將條毛巾拱上天花。呢個時間放鬆肩頸，盡量將隻手向上拉高啲，但係唔要側起個膊頭。如果你側起咗個膊頭咧，你個腰背咧係唔可以咧拉高啲、拉直啲，同埋將個人拉長啲嘅。呢個時間我哋定定地企咗喺度，好輕鬆嘅。呢個動作你會感覺到上肢我哋做緊伸展啦，個背做緊伸展，
會感覺到個腹部有用緊力嘅。我哋再停留多喺度10秒啊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吸氣，呼氣，放翻低條毛巾，後腳落翻上嚟。我哋又再將另外一隻腳向後延伸半步。當你覺得咦，我企得好平衡喎，後腳腳踭離地，吸氣，腰背拉直，呼氣將條毛巾拱上天空度，指住咗個天花板。感覺一下收咗下巴，放鬆肩頸，將隻手拉高拉長啲，手踭伸直嘅，點實個腹肌企咗喺度，感覺一下個下肢有用緊力嘅，雙手手踭伸直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吸氣，呼氣，放翻低隻手，非常之好，後腳攞翻上嚟。我哋做第二個伸展動作，攞條毛巾出嚟咧，條毛巾要大少少嘅，好似我哋平時沖涼嘅浴巾咁大。原因咧就係咧，我哋咧平時大家咧都會係做乜嘢？低頭一族。咁我哋將條毛巾接咗佢，放咗喺我哋條頸嘅中間位置。咁我哋咧會做咧4個頸部嘅伸展嘅。咁第一個咧，我哋就揸住咗條毛巾嘅兩端啦。OK， 揸住咗毛巾嘅兩端。咁然之後咧，你感覺下條毛巾係喺我哋個腮，即係耳仔下面嘅。咁然之後咧，呈45度嘅。咁我哋個頭微微向上喎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翻返嚟，呼氣向上。我哋停留喺度10秒。嗱，你感覺一下條毛巾放咗喺咧我哋個腮位同隻耳仔嘅下面，眼睛咧微微望住咗天花板嘅，即係望唔到個天花板，即係手用少少力就得㗎啦。我哋停留喺度10秒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吸氣，呼氣放翻低。你會感覺到條頸有啲拉扯嘅，感覺一下，咦，鬆咗喎啦！記住，我哋做頸部嘅運動嘅時候，唔使太大力，感覺到佢有拉扯就 OK。我哋再做多一組，吸氣，呼氣嘅時候，條頸好似交咗俾條毛巾咁樣，放咗落條毛巾度嘅，眼睛微微望住咗個天花板，然之後咧，你感覺到塊面咧好似朝住個天花板嘅感覺，然之後雙手用少少力，咁條毛巾咧去到咩嘅位置咧？喺我哋個腮位同我哋嘅耳仔嗰度。咁我俾個側邊大家望下，10、9、8、7、6，你會感覺到咧，我哋咧條頸交咗俾條毛巾，好舒適咁樣放鬆緊嘅。好啦，我哋再做多3秒，1、2、3，吸氣，呼氣放翻低。你感覺到條頸係鬆咗嘅，舒服咗嘅。如果有，一陣俾個1字。好啦，我哋做完呢個動作之後咧，條毛巾唔使喐嘅。咁今次咧，我哋咧微微收咗下巴，個下巴收一收，然之後咧隻手又係啦，揸住毛巾嘅兩端。咁條毛巾咧，你會感覺到佢今次咧喺我哋個鎖骨旁邊嘅會落嘅時候，我哋開始放咗條毛巾喺我哋條頸嘅中間位置啦。嗱，見到喺中間位置，跟住收一收下巴，眼睛微向下望咯喎，跟住個頭條頸微微耷低啦。我哋又停留喺度，2、3，你會感覺到後面有一種拉扯嘅感覺。你記住，你條頸好似向後延伸，但係條毛巾又有少少俾少少力向前嘅感覺嘅。你會感覺到條頸有用緊力嘅。6、7、8、9、10。
放翻鬆，你就感覺咦條頸好似鬆咗啲喎。我哋再做多一組，又係啦，雙手握住毛巾嘅兩端，眼睛微微向下望。2、3，嗱你記住個動作就係條頸想向後延伸，但係毛巾就將佢拉咗向前，唔使大力嘅，用3至到4分嘅力就得㗎啦。6、7、8、9、10，好放鬆。我哋換翻條細嘅毛巾，咁呢條細嘅毛巾有咩用呢？我哋都係做翻個頸同埋呢個肩膀嘅，雙腳嘅距離同個 hip 位一樣咁多。吸氣嘅時候將條毛巾拱出胸膛前面啦，記住呼氣嘅時候我哋轉向左邊或者右邊都得啦。我哋咧平時就係咁轉條頸跟住轉，我哋今次唔同，隻手轉向左邊嘅話，我哋條頸擰向右邊。你會透過我哋一種張力咧，你會感覺到條頸啦同埋個肩咧係有做緊伸展嘅。嗱，你記住條頸要收咗下巴，然之後先轉，盡量向後望多少少。我哋停留喺度10秒。2、3、4，你會感覺到個肩膀有做緊伸展，條頸有做緊伸展嘅，隻手踭伸直晒佢。9、10，吸氣，呼氣翻嚟正前方，再吸氣，毛巾拱出去，呼氣，隻手一路向住。假如你向右邊，你個條頸就收下巴，轉向左邊啦。記得唔好戚起個下，唔好戚起個膊頭。2、3，眼睛望後多啲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吸氣，呼氣放低。嗱，記得我哋咧係左右嘅，你隻手如果咧伸向右邊，條頸就要轉向左邊，調轉嘅。我哋再做多一組，吸氣將條毛巾拱出胸膛前面，呼氣隻手一路向住。假如你向左手邊，跟住咧你個下巴收下巴，跟住條頸轉向右邊，眼睛盡量向後望多一點點，你會感覺到我哋條頸做緊伸展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吸氣，呼氣翻嚟正前方，又再隻手轉向推向另外一邊啦。跟住吸氣嘅時候收下巴，呼氣條頸轉，盡量眼睛望後多一點點，手踭我哋伸直晒佢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吸氣，呼氣翻嚟正前方。剛才做呢個動作，你會感覺到我哋個肩有做緊伸展，肩膀有做緊伸展。你再感受一下，先由條頸係咪有啲拉扯啊？嗱，呢個動作其實好簡單，容易做嘅。做唔做到啊？做到俾個1字啦，做唔到俾你一個2字。好啦，我今日咧有一個新嘅動作想同大家分享。當我哋企喺度嘅時候咧，其中一隻腳盡量靠近埲牆，盡量你見到我靠近咗啦，係咪？另外一隻腳咧，其實雙腳咧都係咧一前一後嘅 ，OK， 一前一後。咁我哋企咗喺度嘅時候，咁個對腳靠近咗埲牆，其中一隻腳，另外一隻腳係拉開少少嘅。好啦，將開面嗰隻手掂住個耳仔，拉開咗胸膛。另外一隻手掂住咗埲牆，見唔見到？見到啦喎，好啦。當我會見到，你會見到我哋手掂住咗埲牆，隻手，另外一隻手手踭打開，拉開咗個胸膛嘅。吸氣。呼氣，嗱開始咯喎啦！另外記住嗰隻手係要掂住咗埲牆嘅，個掌心掂住埲牆。OK， 好啦，我哋慢慢轉條腰咯喎，轉到咧隻手好似畫一個圈，畫一個圈嘅時候啦，你會見咗我隻手係咪掂住咗埲牆？個髀個大腿係咪掂住埲牆？
如果得嘅呢隻手，有啲人可以掂到埲牆，有啲人掂唔到，唔緊要嘅。我哋最重要係拉開咗個背，吸氣翻上嚟，打翻開個胸膛。睇到未？嗱，記住，其中一隻腳貼埋埲牆，另外一隻腳打開離開啲嘅，將一隻手掌心向住埲牆裏面，另外一隻手掂住我哋嘅耳仔，打開我哋個腋下，打開我哋嘅手踭。吸氣，呼氣，隻手一路向後向上延伸，畫個圈。你個腰咧就一路喺度轉咯喎，轉到嘅時候咧，好似有啲人佢嘅伸展幅度好，佢會咧隻手掂住晒埲牆，個胸口都掂住咗埲牆。如果你掂唔到唔緊要嘅，再翻嚟。我哋做咗2下，我哋做第3下啦，又係咯喎，隻手掂住隻耳仔，開始慢慢轉，靠近隻手，靠近掂住埲牆。如果你 OK， 你會咧個人貼住咗埲牆嘅，唔 OK 唔緊要嘅，每個人伸展幅度唔同。好，翻嚟。你做完之後嗱，呢一邊做咗，另外一邊冇做，你會感覺到成個肩膀同埋做咗呢邊個上背係咪咧鬆咗啊？個感覺有嘅，俾個2字；冇俾2個2字，因為而家有得對比啦嘛。我哋做一邊做咗3下，你會感覺到哇，做咗嗰邊咧個膊頭咧隻手咧拉開晒，同埋個背啊。好啦，我哋再做另外一邊，先頭講過啦。對腳貼住咗埲牆啦，另外一隻腳好似咧，其實我哋弓步前後腳咁樣，跟住呢隻手向住埲牆裡面嗰隻手掂住掌心掂住咗埲牆，另外一隻手打開我哋個腋下，同埋拉開個手踭，掂住咗我哋隻耳仔，跟住我哋慢慢旋轉個腰部啦，你會見到一路隻手向牆嗰度上有一路畫圈。另外咧，你個人如果差唔多嘅時候，你會感覺到自己掂住咗埲牆嘅。好，翻上嚟。呢個動作好慢咁做得㗎啦，唔使快嘅，因為個動作大，伸展幅度多。好，我哋再做第2組咯喎，嗱，又係咯喎，隻手係咪掂住咗隻耳仔啊？另外一隻手係咪掂住埲牆？開始慢慢向上延伸，跟住你自然會轉我哋個腰部啦。慢慢做，因為呢個動作幅度大。如果你轉咗啲地方唔舒服，你停喺度。好，翻上嚟。我哋做咗2組，我哋做第3組，掂住埲牆，條腰慢慢轉到佢，你會感覺到，轉唔到咯喎，我哋就停咗喺度，翻上嚟。放翻低隻手，將啲腳趾慢慢移翻向正前方，離開埲牆。做唔做到呢個動作啊？嗱，你做完之後，你會感覺個肩膀、個背明顯點啊？打開咗嘅，唔會咧成個胸膛好似咧寒咗背咁，你會感覺到成個人後面有掹掹扯扯嘅感覺。有嘅，拍個手掌俾我睇下，有冇做到？感覺到有嘅，拍個手掌，拍手掌俾我望一望，等我睇一睇，你哋係咪做到嘅？睇下先嚇，睇下嗱，記住做到拍個手掌，因為咧嗱，跟住我哋會再做第2組，又係咧左右兩邊各做3下嘅，等大家去感受一下點樣去拿捏呢個動作。好啦，我哋又係咯喎。將其中一隻腳靠近埲牆，另外一隻腳啲腳趾都係指向咗正前方嘅 ，OK。好啦，將咧我哋隻手掂住咗埲牆，靠住裡面嗰隻
嗰隻手掂住埲牆，向外面個身外面嗰隻手掂住咗隻耳仔，係啦，掂住咗咯喎。跟住我哋隻手開始慢慢向上畫圈，呢個人自然會一路轉條腰去就佢咯喎，一路轉住。記住動作慢得㗎啦，因為呢個動作好大嘅。好啦，你會感覺到隻手依然掂住咗埲牆。如果有啲人 OK 咧，佢個身都貼住咗埲牆嘅，其中一邊嘅胸口。好啦，跟住我哋慢慢上翻嚟。呢個時間你會感覺到你個肩膀、你個背都做緊伸展啊，條腰。好啦，放低休息下。做第二組又係啦，隻手撳住，掌心向住埲牆裏面，另外一隻手打開手踭，拉翻開佢，隻手踭唔好向前，拉開佢。跟住我哋慢慢隻手畫圈嘅時候咧，條腰就會跟住去轉啦，轉。好啦，去到某一點，我哋就會停喺度。有啲人如果佢個伸展幅度 OK，個胸口會貼住咗埲牆嘅，唔貼住咗冇緊要嘅。好，慢慢翻上嚟。我哋做咗兩組，放翻低隻手，啲腳趾慢慢朝翻向正前方。哇！你會感覺到做完嗰邊個膊頭打開咗，個上背咧平時咧我哋好難做伸展，可以拉開晒嘅。再做另外一邊，雙腳又係掂住埲牆，另外一隻腳咧就係咧向住正前方，跟住裡面嗰隻手掌心掂住埲牆，外面嗰隻手個掌心向前面拉開翻，打翻開個肩膀啦。點樣為之打開咧？盡量手踭向後延伸。嗱，你會即刻會感覺到隻手踭向後延伸，我哋個胸膛都打開，跟住隻手慢慢畫圈啊，遞高畫圈。另外呢一邊條腰就跟住轉啦。好啦，如果你個幅度 OK， 你會感覺到個身體係扣住咗埲牆嘅。好，跟住我哋想翻嚟啦，畫翻個圈翻嚟，條腰就會慢慢延伸翻，跟住向翻正前方啦個身。呢隻手放低，另外一隻手向牆嗰隻手都放翻低，啲腳趾指翻向正前方，離翻開埲牆。得喎，呢個動作，睇下先啦。OK， 係啦 ，OK 嘅啦。你會見到一個咧伸展幅度好大嘅動作，做完之後，我哋個上背同埋我哋個肩膀係完全打開晒嘅。咁呢個時間，大家又攞條毛巾出嚟，將佢擰實佢。雙腳嘅距離咧，同我哋個脅位嘅闊度一樣咁多得㗎啦。好啦，我哋吸氣嘅時候，腰背拉直，呼氣將條毛巾拱上天空。我哋再吸氣，呼氣嘅時候側翻落，落咗嘅時候，跟住條頸轉望向天花板。2、3，手踭伸直。4、5、6、7、8，吸氣上，呼氣落。好啦，落嘅時候又係啦，我哋再吸氣，呼氣，條頸望轉啦，轉啦，個頭咧一轉，眼睛望天花板。2、3、4，記住感覺一下，我哋咧係點咧？條頸都有做伸展嘅。8，再吸氣，呼氣上，放翻低。呢個動作既係咧做我哋個腰部嘅伸展，側腰嘅伸展，亦都做埋我哋頸嘅伸展，當然會用埋我哋手部嘅肌力。好，我哋雙腳嘅距離同我哋 hip 位一樣咁多啦，笑下啦，笑下先放鬆啊嘛！如果唔笑，我哋咪自己同自己鬥力咯。
雙腳嘅距離同腰圍一樣咁多，吸氣腰背拉直，呼氣將條毛巾按上去個天花板度，手踭伸直，再吸氣呼氣側彎。好，我哋再吸氣呼氣，條頸轉啦，個頭轉咗啦，眼睛望住天花板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吸氣，呼氣上，再吸氣腰背拉直，呼氣落。我哋再吸氣，呼氣條頸轉啦，眼睛塊面望天花板，手踭伸直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吸氣，呼氣放翻低。剛才做呢個動作，覺得自己夠肌力嘅，冇震嘅，俾個4字。覺得自己其實未夠肌力嘅，震下嘅，俾2個4字。等我睇下大家夠唔夠肌力嗱，又休息一陣。好，等我睇下先嚇，夠唔夠肌力啊？睇下先嗱，夠嘅俾個4字，唔係好夠嘅，哇！安姐姐我一路做一路震嘅，就俾2個4字啦，睇下先嚇。OK。哦，好，非常之好啦，見到啦，阿 Candy 係夠嘅 ，OK，阿青係夠嘅，係啦，嗱，我哋開始好夠肌力做呢啲啦。我想問先頭咧畫圓圈呢個動作啦，放鬆個背嘅，做到係咪做到啊 ？OK， 好，我哋繼續再做下一個伸展動作。請大家攞張凳出嚟。我哋咧今日做一個咧1分鐘嘅動作，呢個1分鐘嘅動作咧，佢有乜嘢好處咧？就係咧，我一路做一路講俾大家聽。好啦，我哋咧企咗喺度，如果你平衡唔好嘅，你就輕輕墊住張凳。我哋點樣做咧？就係雙企喺度，另外一邊個膝蓋指向地下，腰背拉直，將隻手放咗喺大腿旁邊，就係咁簡單。咁呢個動作佢嘅好處就係，我哋一路做一路講，呢個動作佢有咩好處？第一，練我哋嘅平衡，改善我哋嘅骨質密度。第2係點樣啊？練下肢嘅肌力啊。第3，仲有一樣嘢就係咧，除咗練我哋下肢嘅肌力之外咧，練我哋專注，尤其咧我哋成日都坐咗喺度。令到我哋臀部嘅肌肉咧坐到去咧扁晒，唔識得用力。呢個時間你感受一下，下肢用緊力，臀部用緊力，捏實咗個腹肌，腰背拉直，好放低。好啦，呢個動作1分鐘可以改善血液循環，令到咧我哋大腿唔好咧咁容易靜脈曲張。其中一隻腳企喺度，另外一隻腳指住個膝蓋，指住個地下，腰背拉直，企定定咁企喺度。如果你平衡得唔好，輕輕咧墊住張凳。原因我哋平時坐咗喺度，成日都坐喺度咧，會令到我哋嘅靜脈曲張出現啦。其次就係話咧，我哋嘅血液循環得唔好嘅，成日坐咗喺度。所以當你喺寫字樓、喺屋企成日坐喺度嘅時候，就用1分鐘去做一做，改善我哋血液循環、骨質密度，同埋咧練埋我哋下肢嘅肌力，尤其我哋個大腿嘅肌力啦，同埋我哋個臀部嘅肌力。好，放低，再做1分鐘運動。雙腳嘅記得1分鐘運動咧就係咧，其中一個膝蓋指向地下，另外腰背拉直，企定地。如果你咧平衡得唔好，墊住張凳；平衡得好就企咗喺度。動作有咩好處？促進血液循環，改善骨質密度，同埋令到咧我哋下肢夠肌力。最重要就係成日坐咗喺度，容易靜脈曲張。如果你平衡得唔好，掂一掂張凳做平衡，平衡得好就咁企咗喺度，1分鐘就已經有咁多個好處。
好啦，轉另外一邊，膝蓋指向地下，雙手放咗喺大腿旁邊，記得平衡唔好掂住張凳、掂住埲牆、掂住張台。好啦，原來可以改善靜脈曲張，亦都可以增加我哋嘅血液循環。仲有係乜嘢啊？改善骨質嘅密度。最重要就係點啊？練翻平衡，練翻我哋嘅肌力啊！因為我哋長期坐咗喺度，啲肌肉冇晒力，係咪好正啊？呢個動作好，放翻低。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平衡得唔好嘅，記得撳住膝蓋指向地下。我哋而家繼續企，隻手舉高啦，2、3，掂住張凳，4、5、6、7，笑下放鬆肩頸，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好攰啦，16、17、18、19，放低。好啦，我哋又做另外一邊，膝蓋指住個地下呈90度，另外一隻手舉高，輕輕掂住咗張凳，隻手靠近耳仔，2、3、4、5，感受一下個下肢有用緊力嘅，尤其我哋個臀部啦，我哋大腿嘅前方、後方嘅肌肉都有用緊力嘅。感受到一陣俾個5字，感受唔到俾2個5字。hold 多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吸氣，呼氣。哇！會感覺到大腿嘅後方、前方嘅肌肉有冇用緊力啊？有，俾個5字。感覺唔到嘅，俾2個5字。好，等我睇下先啊。感唔感覺到啊？笑下啦。好啦，嗱，我哋咧做咗呢一個動作之後咧，又咧請大家又係攞條毛巾出嚟先，拉翻開張凳。繼續做下肢肌力嘅訓練，同埋咧做埋上肢嘅伸展。咁呢個動作點樣做咧？好簡單。哇，好叻喎，個個都笑下啦。好，嗱，我哋咧，當我哋雙腳嘅距離同我哋個 hip 位一樣咁多 ，OK？ 企咗喺度咯喎，跟住將我哋曲一曲膝。嗱，曲一曲膝咧就一定咧係個膝蓋唔要過我哋前面嘅腳趾。將個臀部向後延伸，將隻手伸直，伸直咧隻手係放咗喺我哋耳仔嘅旁邊嘅。嗱，呢個時間咧，你睇唔到我個臀部係點樣擺，咁我俾個側邊大家睇就好清晰啦嗱。雙腳嘅距離同 hip 位一樣咁多啦，係咪？好啦，我曲一曲膝咯喎，但係我曲膝但係我啲腳趾，我膝蓋冇過啲腳趾噶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個臀部向後延伸，好似坐到張凳咁樣咯喎。你見唔見到關姐姐咧？嗰個身呢度同呢度咧係全部都係拉直嘅，冇咁彎曲咁攣晒度。見唔見到拉直嘅？好啦，我哋雙手放在我哋嘅耳仔旁邊，個眼睛望住前面就得㗎啦。嗱，呢個時間你會感覺到我哋啲重心喺個腳踭度嘅，伸直手踭，你會感覺到臀部有用力，腳踭有用緊力，我哋咧個股四頭肌有用緊力，我哋個腹肌、我哋個背、我哋嘅手有用緊力。我哋停留喺度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吸氣，呼氣放低。
到，直至呢一刻，你見唔見到我依然腰背拉直，上翻上嚟，睇到未？呢個動作係咪好攰啊？我哋再做第二組，我俾個背大家睇，雙腳嘅距離，背部同個 hip 位一樣咁多，曲膝頭哥，曲膝，臀部向後，見到未？嗱，臀部向後，腰背拉直，雙手放咗喺兩隻耳仔嘅旁邊。呢個時間見到我雙手手踭係咪伸直啊？腰背係咪都伸直咗啊？我咧感覺到自己個臀部有用緊力啦，腳踭有用緊力啦，我哋個大腿有用緊力，個背同手都有用緊力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，眼睛望前面，2、1，吸氣，放低隻手，望一望。腰背拉直，啱翻上嚟。好，華麗轉身先，笑下。好啦，我哋又望翻做翻前面啦喎，嗱，側面做咗，後面做咗，望一望前面先，雙腳嘅距離同 hip 位一樣咁多啦。曲膝蓋，嗱，你會感覺到真係全身用緊力嘅呢個動作，有嘅俾個6字。唔識得用力嘅，俾2個6字，見到曲膝啦喎，將個臀部向後延伸。好啦，手放喺耳仔旁邊，眼睛向前望，手踭伸直，感受一下，腳踭有用緊力，大腿有用緊力，臀部有用緊力。腰背手都有用緊力，1、2、3、4、5，嗱，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伸展嘅，既做到伸展，亦都做到肌力嘅訓練。7、8、9、10，吸氣，呼氣，放低條毛巾。慢慢翻上嚟，得唔得啊？呢個動作有冇練到肌力啊？有嘅，俾個6字，俾個手指公我，等我睇一睇大家有冇練到。嗱，俾咗個6字，俾個手指公，等我睇一睇係咪真係感受到練力先。咁跟住咧，我哋放低條毛巾，繼續做，睇下先啊！嗱係啦，俾到個6字，我見到大家啦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再做多一組，又係啦。咁我今次咧又係俾個側面大家睇一睇，雙腳嘅距離啦，同我哋嘅 hip 位一樣咁多。先曲膝，見到啦，我曲膝，但係我膝蓋冇過腳趾嘅喎。好啦，然之後將個臀部向後延伸，係咪？好啦，將隻手放在耳仔嘅旁邊啊。好啦，放在耳仔嘅旁邊，眼睛望前面，感受一下腳踭、腿部、臀部、腰部、背部、手部用緊力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吸氣，呼氣放低，好，伸翻直，哇！你哋好犀利啊！係咪一個非常之唔錯嘅伸展加肌力嘅訓練啊？最後攞張凳嚟做埋呢個動作，我哋今日所有嘅動作做晒啦，係咪好快脆就45分鐘啊？好嗱，呢個動作你可以撳住張凳，唔要有碌嘅，撳住埲牆，撳住道門同個櫃都得，又係啦，企住喺度，
其中一隻腳向後延伸半步。嗱，向後延伸半步嘅時候咧，個肚臍指翻向正前方。OK， 腳踭離地咯喎。其中一隻腳踭離地，跟住向後坐1、2、3、4。你會感覺到你個後大腿好攰。做呢個動作可以咧，令到我哋個後大腿個肌力夠，減輕咗我哋個膝頭哥用力，令到個膝頭哥個壓力重，再加上放翻鬆，因為咧我哋後面啲筋好緊啊，令到咧成日稱住對腳去行，所以呢個動作非常之好嘅。OK， 覺得正嘅就俾個8字。好，我哋開始做10下，1、2、3、4，個腳踭想靠近身體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攰嘅，11、12、13，加油，14、15、16，腰背拉直，17、18、19、20。哇！你有冇感覺到咧？呢個地方後大腿點啊？哇！有啲咧好痹好麻嘅感覺，因為我哋平時呢個地方好少用力嘅。我轉一轉咧，另一個方向俾大家睇，加油啊！笑下啦！好嗱，向後延伸半步，腳踭係咪離咗地啊？肚臍指向正前方，見唔見到我腰背拉直啊？1、2、3，個腳踭想踢住自己個臀部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加油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送多2下，1、2。嗱，今日咧，如果你哋覺得咧，其實咧啲動作好正嘅 ，share 俾你哋個朋友啊，大家一齊做伸展加肌力訓練。最重要點啊？多啲笑下。我哋下一堂見，拜拜。